喂，各位玩家打機啦！歡迎嚟到 Lotus Neo Channel， 我係 Ethan。新一年想啲正嘢玩，今次同大家精選咗5隻 Web3 遊戲，有戰術、有亂鬥、有射擊、有足球，仲有得嘆世界種田，隻都係2026年新勢力，保證過癮，即刻睇片。第一款 Foxy Tactics， 呢隻係免費玩嘅回合制戰術 RPG， 用超可愛嘅方塊像素風格，畫面得意到震，戰鬥系統極有深度。你要組建自己嘅 Voxy 小隊，每個 Voxy 都係獨特 NFT 角色，有戰士、法師、坦克等唔同職業。最好玩係可以操控地形，改變戰局，例如升起牆壁，改變河流走勢，策略性爆燈。戰鬥係 3D 棋盤式，每回合要諗點移動、攻擊、放技能，仲要組成連攜隊形先會贏。遊戲用 Voxel 代幣做經濟核心，你可以用 Voxel 買入場幣、Voxel 藥水同消耗品。贏比賽就可以賺返 Voxel 或者 Voxel NFT 裝備同 Voxel 角色，可以喺市場升級、租借、交易，新手租裝都玩得起，高手就可以用自己嘅珍藏資產碾壓對手。最新消息勁爆，第3賽季已經上線，全伺服器排名重置，等大家由0開始衝榜。極限競技場同泰坦競技場全面回歸，總獎池高達4萬 Voxel，會按玩家積分比例派發。呢次更新完美融合 RPG 策略同 Web3 經濟，絕對係2026年入門神作，預計代幣價格會爆升，快啲組隊廝殺啦！第2款 Clash of Coins， 呢隻係建喺 Base 鏈上嘅即時 PVP MMORPG， 直接用瀏覽器玩，零門檻，用 Base 錢包連接就得。地圖係一個巨型地球，分開唔同大洲、國家同領土。玩法就係點擊佔領空地，或者起進攻建築去轟炸敵人嘅防禦設施。佔領領土之後，就會自動生產單位幣 Units 呢種主貨幣，用嚟擴張同升級。建築分3類，防禦型可以延長佔領時間，進攻型用嚟破壞敵人，特殊型就提升生產速度。最正係有隨機病毒 AI 爆發，會傳染同擴散，逼玩家一係合作清毒，一係趁亂搶地。你可以組隊分享收入，裝備3棟建築去平衡攻守，亂戰起上嚟超刺激。遊戲經濟用 OWB 同 VWB 代幣，可以買戰利品箱、戰鬥通行證。NFT 建築有唔同稀有度，市場交易好活躍。比起傳統 MMO， 呢度嘅 Web3 元素冇課金就贏，純粹講策略同時機把握。第3賽季已經開始，玩家流傳率好高，鏈上生態仲不斷擴張。2026年必爆。第3款 Super Trip Land， 想玩第一身射擊 FPS， 呢隻係免費嘅瀏覽器，多人 FPS， 5分鐘一局死亡競賽，有4張地圖，例如 Santiago Shrine、Fidelio， 色彩超迷幻，角色得意可愛。核心玩法係殺敵加搶奪，場景入面散落嘅幻遊幣 Trip Coins， 武器有5款，衝鋒槍、AK、狙擊槍、近戰截刀等等。揀啱武器先可以主宰全場。每日有分難度嘅任務，可以組工會一齊合作，仲有實時排名睇戰績。主要代幣係幻遊幣，贊尼可以買純外觀嘅裝扮 Trippies。NFT 可以喺 Base 或 Ethereum 鑄造，冇能力加成，輕鬆玩唔使燒錢。最近更新到 3.4.1.4 版本，新增咗重新中心、直達主頁面，記憶體優化咗，仲加咗新近戰武器。玩起上嚟更順滑。呢隻遊戲嘅 Web3 做得幾好，冇強迫你用加密貨幣，支援超過400個錢包，新手好易上手，射擊手感一流，係2026年熱門 FPS 之選。第4款 Football.Fun， 足球迷有福啦！呢個係 Base 鏈上嘅鏈上幻想體育平台，你可以買入真實球員嘅股份，例如 Pedri、Dembele， 佢哋就會自動參加每2週1次嘅錦標賽。球員按真實比賽表現得分，你完全唔使煩點排陣。球員股份價格會隨表現浮動，你可以低買、高買賺差價。技術評級係睇表現，唔係睇你課幾多金。遊戲有免費版同專業版2種選擇。免費版送300錦標賽積分 TP 同新手包，專業版就要存入 USDC 玩。最新消息 ，SDF Predict 2.0 已經上線，用戶界面大翻新。新增精選賽事輪盤，擴大咗目標範圍，排行榜可以實時睇到等級。
仲可以加朋友互動。25萬 TP 獎池會安排幸分俾第1至500名玩家，頭幾名仲有實體商品送。平台用分代幣捕捉收入，會用嚟回購同資助發展，持有仲有折扣。呢個遊戲完美融合真足球同 Web3 交易，一邊睇英超西甲一邊賺錢，真係好嗨。第5款 Pixels， 呢只係 Ronin 鏈上嘅社交農場遊戲，好似星露谷物語加 Web3 元素，可以種田、採礦、釣魚、養動物、探索開放世界。用 Pixel 代幣可以買土地、NFT、寵物合成物品。最新動物照料大升級，8種動物系統優化，餵食同收集指示更清晰。舊有動物上限提升到300隻。BB 動物要用孵化藥水嚟孵化。新增2種任務，低於5級嘅新手引導任務同高過15級嘅終局任務。合成系統大爆發，新增155款全新配方，更新咗94款現有配方，新增煉金熔爐，工具升級，例如十字號減少20%，採集時間魚竿增加10%，雙倍收穫機率。玩 Pixels 超輕鬆，公會互動多，動物可以幫手提升生產力，做任務獎勵好似滾雪球。快啲體驗 Web3 農場遊戲嘅天花板。點呀？5隻遊戲由動腦到動手，由靜到動，由球場到農場，總有一款啱你心水。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ubscribe 我個頻道，再撳埋個鐘仔。睇完片最想試邊隻？留言話我知，下次再發掘好 game 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